呢度曾經係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嘅地方，而家就只剩低風嘅聲音同埋斑駁嘅樹影。但係平靜嘅地表下，記憶從未沉睡。33000個人擠喺0.026平方公里嘅迷宮裏，不見天日嘅窄巷，永遠漏水嘅水管，仲有每日都幾乎擦過天台嘅巨型鐵鳥。相信有好多人都有無盡嘅回憶。九龍城寨，那是香港最魔幻嘅一頁。如今，歷史嘅輪廓只能在人工智能嘅運算中重新出現。幻影、現實，幻影、現實。科技讓我哋可以再看見那段被折疊嘅時空。九龍寨城公園延續更光輝嘅一頁。